江北的世总运这礼拜六就要开幕啊！伊含个网络假消息是有够侪，最近有民众也有破文章讲世总运禁止炸国旗，也过会使炸5000旗。这个消息一个出来，随着网络引起热烈的讨论。 双北世壮运这个礼拜就要在台北大巨蛋来开幕，而相关进场规范是比照国际奥会规则，但民众究竟能不能带着国旗进场帮选手加油，也在网络上引起讨论。就是民车买奖业这个破文，顶头写讲世总运的会场袂当炸国旗，国点名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宣誓。消息随出来，就伫咧网络发酵。观众席是否可以携带国旗为我们的选手加油？我们没有限制。市长讲的话有听到无？立场炸国旗无问题。台北市兄弟动作嘛真紧，成立专案小组，无到一天就抓到破文的网友，证实破文是假消息，以社会特殊维护法上班。针对观众席携带各国国旗，需配合现场规范。 旗帜、尺寸及内容不得涉及选举、种族歧视或宗教等敏感议题。若要宾主尽欢，就先聘了好势。执委会解说，包括选手比赛，还有顶台领奖，拢袂当炸国旗。啊，若观众席是开放民众炸国旗入场支持选手。最强的活力。 炸国旗无限制，全力应援展现主场的优势。期待选手精彩的表现，会当甲奖牌拢总留伫台湾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